海闊天空，呢個係引述嚟嘅。喺6月8號，譚慧珠女士認為民主黨提出嘅區議會選舉方案涉及改變功能界別嘅產生辦法，要另外走一次5步曲。當然，主席知道係講緊07年12月人大常委作出決定嘅嗰個5步曲咧，先至可以實現嘅。並非呢一次政改方案可以處理嘅範圍。咁其實唔單止譚慧珠女士嘅，其實我哋政府嘅問責班子咧，喺公開嘅場合、報紙、電視、電台嘅節目，都係有同樣嘅口徑。好啦，再過一個禮拜啦，喺6月15號，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就被報導咧，就話喺14號咧就指出啦，政府提出嘅區議會方案已經符合普選原則，反對黨派嘅有關建議係三無嘅，無先例可循啦，無法律嘅依據啦，更加係冇必要嘅。主席應該都仲記得。喺6月22號就有一個好出奇嘅，令到好多人呢都有啲覺得殺個措手不及嘅呢，就係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表示，經過慎重嘅考慮，決定接納民主黨提出嘅立法會新增5席區議會功能議席產生嘅建議。行政會議呢原則上都同意以本地立法達至呢個產生嘅辦法。立法會呢將會如期喺今日審議同埋表決呢兩個選舉辦法嘅決議案。嗱，主席，呢個就係呢個政制改革嘅事件簿。主席，如果真係好似政務司司長咁講，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決定，我真係好想當局諗一諗，就啱喺過咗去嘅週末，港大嘅民意調查訪問咗540人。咁當然星期日呢，就係21號啦嚇，就係我哋聽到行政長官嗰個宣佈之前呢，已經完成咗呢一個咁樣嘅調查㗎啦。係當時咧做出嚟嘅結果咧，就係話有60%嘅被訪者係要求政府先撤回方案，然後呢先至去進一步討論同埋提交本會議決嘅。咁如果去到星期日，就算就住已經討論咗6個月嘅方案，市民都有60%係要求要撤回，咁何況係一個喺星期一先至得悉一個模糊方向嘅一個區議會方案呢？嗱，主席，我講模糊呢，因為其實好多其他嘅同事已經講過，有好多嘢其實真係唔知道嘅。咁究竟嗰啲細節係會唔會可以令到我哋2步去到真普選特首，3步去到真普選所有立法會議員呢？我講2步，主席一定明白，因為特首選舉2017要達到終點，由而家到2017只係得2步啫，就係12到17啦。立法會選舉12、16、20就要到位啦。咁究竟呢一個改良版嘅區議會方案係點樣將我哋帶向呢2個目標呢？同埋終點？主席，經過呢一個5區變相公投嘅運動同埋爭議嘅辯論之後呢，我覺得社會已經係聚焦去明白，亦都正在向政府施壓，希望政府呢能夠盡快係提出一個路線圖，嚟到去最終達到一個冇功能組別嘅選舉制度嘅。咁究竟而家呢個改良方案
點樣可以令到我哋達到1720呢一個局長、司長成日掛在口中嘅人大莊嚴嘅一個承諾咧？其實唔係咁遠嘅啫，係講緊2步3步就要到位啦。點樣去提名呢？乜嘢嘅名單呢？點樣去劃區呢？有冇名單制嘅呢？全部都唔知道嘅。主席，其實而家我哋要做嘅決定係一個影響非常之深遠嘅決定。呢個亦都唔係我嘅語言，司長剛剛今朝先講完嘅。咁既然係一個咁重要嘅決定，我哋其實係咪應該小心唔好行錯一步呢？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我哋其實都見過前科嘅啊！呢個85年我哋見到第一次引入呢個功能組別嘅議席，當時夏鼎基先生呢係講到明呢個係過渡方案嘅，但係而家呢就要千秋萬代啦，起碼有一個咁樣嘅討論。咁所以呢一啲咁重要嘅憲制嘅改革咧，係不能夠輕率去處理。咁所以先至引致到我哋黨魁咧喺呢個617嘅辯論有講到，就係寧願咧係原地踏步咧，都唔想咧係走錯一步嘅。主席，我係支持何秀蘭議員咧提出呢個中止待續嘅議案，因為呢個實在對於香港係太重要嘅一步啦。我哋唔能夠去倉促行事，我亦都唔希望香港喺日後每5年都要再面對一次同樣嘅折騰。呢個折騰對於香港的確係產生好大嘅內耗，亦都唔係香港之福。謹此陳辭。